唔同嘅預算段，依家喺珠海十字門可以買到啲咩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嚟盤一下，由預算100萬到400萬，可以喺十字門買到啲咩樓？唔同嘅預算又應該點樣去揀？嗱，如果你預算有超過100萬以上呢，呢條視頻真係值得認真睇一下。首先，第一個預算唔多嘅100萬左右，可以買到華發天戀1房1廳嘅單位。依家有啲特價房，總價105萬到110幾萬，首期講緊10幾萬，月供呢3000幾4000蚊就可以上車啦。想攞嚟度假或者投資嘅朋友呢，呢個呢就非常之合適啦。就算係出租幾乎都月租抵埋月供啦。如果你預算係200萬以內呢，可以買到天戀嘅70幾方2房，160萬左右，或者係90方嗰啲3房都係唔到200萬。依家最平嗰啲單價講緊都係2萬出頭。第三個啦，預算200萬到300萬，直接睇中海環宇天下啦。依家 D 區同埋 B 區起到親盤，價錢呢都比之前平咗唔少啦。80方嘅3房1衛，依家總價230萬可以直接上車。99方嘅3房總價都係唔到300萬，可以任揀啦。喺十字門嚟講3房想住得舒服，一定係中海啦。最後一個就係300萬以上啦，考慮改善，想住得大啲，又想有性價比，咁就要認真睇下華府同埋粵璽依家剩低嘅尾貨啦。華府依家剩低呢10零套，主要都係140方嘅細房單位，單價22000蚊左右，仲帶埋真裝修，總價呢300萬出頭。十字門嚟講最平嘅改善就係華府啦。另外就係粵璽呢個啦，好多朋友可能都唔太知粵璽呢個樓盤，因為佢成個盤呢就唔大，得4棟樓，一共先至200幾套房。但係粵璽呢都係華發5.0星規嘅產品，100%嘅上率，係對標呢灣璽1號嘅。而家剩低10套8套129平方嘅，總價呢300零萬到350萬。尤其你之前如果有睇過華發灣璽1號，但係冇買到嘅朋友呢，可以重點考慮一下粵璽呢個。以上4個樓盤嘅資料匯總以及最新嘅優惠，我已經整理好咗啦。有需要嘅朋友呢，可以點我頭像或者喺評論區呢留低3個6揾我攞。